跟咱家亚维毛人亚维聊天室开门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亚维聊天室。这是今天的第3场直播。你们一天直播那么多场吗？我也是第一次啦。我是被你抓进来的。因为来到这湖音乐，刚好董事长乐团要练团。对啊，今天要是练团，我们很久没练了，因为真的前阵都在忙自己的专辑嘛。自己的就是吉董自己单飞出来的个人的啦，个人专辑。对，讲到这个，去年你在忙这一张专辑，腾扣兰的兄弟，腾扣兰的兄弟到底是像腾扣兰？也再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讲一下。Hello 啊，其实就是矿工的故事啦。哦，对，因为我爸爸以前当矿工嘛，他们在矿坑里面挖矿，因为里面太闷热，他们就会把衣服脱掉。吉董是住瑞芳，对不对？瑞芳，对啊，我们其实没有在这边侨寓，也会在基隆侨寓，也会在瑞芳侨寓。真的，基隆就那么大。我光去买个女儿的毕业典礼的花都可以碰到吉董我去秀学号，对，我去许万昌秀学号。许万昌就是基隆非常有名的。重点，我们先回来一下这张专辑。去年你自己单飞出来做这张《腾扣兰的兄弟》，然后主要是在讲矿工的故事。然后你说到以前矿工因为里面很热，又闷又热了，因为温度差不多将近40度。现在的夏天哦，我们这几天出门就已经很热了， 30几度就已经很热了，已经超热。你要幻想一下，你在那个矿坑里面，还是完全黑的，然后又闷又热，然后里面的味道不知道是什么。没有，其实就是很 hip 抓了，它又闷又热，所以你衣服什么都很容易湿。哦，台语哦 ，hip 抓 ，hip 抓，hip 抓。而且里面其实当矿工的很多都是阿美族的。哦，真的。因为我爸爸是宜兰来的，很多都从花东过来当矿工的阿美族。是哦。对，所以我里面最后一首歌有一段阿美族的吟唱。哦，阿美族的吟唱是不是刚我们有聊到，在我前面2场？对，拉维斯。对。因为这个阿美族，我就故意找那种比较古老的声音，像蒋老师那个就太老了，就太好笑了，太古老。不会啊，蒋老师没有讲，我跟他后面他一直在讲笑话啊。我这次是特别找蒋老师的别名叫做讲笑话，讲笑话，讲巴哈。可是其实讲功也可以。其实蒋老师他唱歌还是很有这个文化。对，可是我这次是特别找不一样的阿美族的声音，刚好他今年又入围金曲奖。真的，你们同时入围。第一，对啊。太厉害了！他那时候我去年在找他唱的时候，他就说他在准备这张专辑。可是我不知道后来听到他的是电音的，蛮特别的，蛮好听的。我有听，我也有听啊。但是我也不觉得他是完全电音，它是一个蛮特别的曲风。那现在其实很多音乐元素，它都是混合的各种混搭，所以很难去定义。对啊，像我这张也是混搭。我觉得找以前比较少合作的，比如。我就蛮喜欢大伟的吉他哦，大伟，我的大伟吗？我不是，就是经常跟我合作的那位大伟，那个立头帅嘛，就是对，立头帅，陈吉啊，基层女孩的吉他手，对我蛮喜欢他编的吉他。除了这张他编一首以外，他也有帮我弹2首矿工兄弟跟那个少的吉他，因为他吉他蛮迷幻的，我蛮喜欢的。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虽然说你吉董一定是音乐品质保证啦，有很多认识的音乐人比较讲究那个音质啊。对，它里面有个重点是你真的有就是使用到矿坑的里面的声音，那是什么？我就是在矿坑附近长大的，包括现在又搬回老家瑞芳那边住，所以把那边的小时候听到的声音，包括海浪啊，包括虫鸣鸟叫，包括以前矿坑里面那个卷扬机的声音。卷扬机是什么？嘎梯那种天车的那种机器啊。天车就载人载矿的那个车子，就是要把那个矿运出来的。对，那个声音都把它放在专辑里面，就等于说你
听这一张就整张就是会在那个瑞芳或者是基隆那一带的一些古早的声音把它收在里面去。很厉害，而且现在录音很简单，就是一支 iPhone 声音就都带个录音器材就很简单。真的，真的录音或者是录影 iPhone 的，它已经进阶到专业级的啦。对啊，对呀。我记得我的 Podcast 就是用 iPhone。我那个年代都用，我身上都会带一台 Walkman， 爱华。哇塞，爱华，我以前也是爱华，但是我是用来听音乐。以前你老公在家找不到我，就去海边就可以看到我。真的，一个人抱着吉他在海边写歌。是一个人抱着吉他，还是抱着妹？一个人啊，写歌都习惯一个人。OK， 好的，好。那话说回来，这张专辑我们也知道说吉董的用心程度啊，在讲这个矿工的故事。那当然它也是一种在地文化啦。对啊，矿工系在西洋2000年就全部没有了，对不对？封起来，因为那个失事率太高，太危险了。对呀，就后来就政府就规定，其实台湾现在还有矿，只是那个。没有人在开采吧？没有在采了。对呀，我们在1984年那时候3大矿灾，土城海山煤矿，哦对，危险。还有梅山煤矿，那梅山煤矿在9份山腰那边，还有海山一科那边，好像罹难了270几位家庭，几个矿工，很可怜。我觉得里面包括有60-70位原住民。真的哦，My God！我觉得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你爸爸是矿工，对不对？那你是矿工的儿子，那有没有曾经就是爸爸会希望你跟着他一起当矿工，还是就是没有？在我们到国中的时代，就爸爸已经后来就转行去捕鱼，去跟我舅舅去捕鱼，就是远洋捕鱼，禁养的，禁养休耕啊。俩休耕啊，就是我们平常在那个市场里面可以看到老板那个叫做很老啊的小卷啊，就是那种你在海上，比如说在基隆瑞芳一带的海面，差不多晚上就看到很亮的灯，就是要把那个小卷休耕啊聚集起来，然后捕捞。原来那个就是在捞小卷，休耕啊准，休耕啊准。我妈妈那边的，因为我妈妈是在地瑞芳人，那边都是阿姑那边都是捕鱼的。我觉得很好奇啦，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认识吉董，然后有见过他的爸爸妈妈，很厉害，他们家人怎么那么会喝酒？你又不是原住民，这么会喝酒，我爸爸到底有可能，因为我爸爸宜兰过来，有可能是真的超强的。不要啦，赌博真的不太好。我们那边是算刁困的，我国小就会比13支，国中就会打麻将，因为那边的这个我倒是见识过。对啊，我还要13个啦，13个啦，对，几户摆在13就几户摆13就可以赢了，雕完了，就雕完不一定会赢了，就会。我其实对那种玩牌赌博的东西，我真的你老公也都会啊？真的吗？对啊，我们那种瑞芳基隆那边的小孩，基本上这个都是必备的。必备的这个技能之一，好不好？以后长大才不会被骗嘛，真的真掉。讲到这个好，这个不太能讲。就是最近我的女儿在毕业典礼啊，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去参加毕业典礼，然后白董就说，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毕业典礼就是大家就是准备要修理老师，没有啦，没有他说他的同学们会有这样子的文化，我怎么这样？你们怎么会这样子？以前那种就有点类似那种现在很夯的铁拳教育啊，以前那个学生当老师，不是老师，反正以前的学生真的矿工那边的文化，就是因为爸妈没有时间管教对，所以都弄半骨假草，半骨假草啦，所以就是雕牌的雕牌，然后在学校里面可能没有像我跟白龙他们，我们就比较不一样，我们就到读了高中才知道，既然不会读书，那我们就来玩乐器，学个一技之长。对，就大家我学贝斯，你学吉他，大家来组乐团，真的。就好在你们有走出自己的另外一条路，才会有今天的董事长乐团。对啊，不然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已经高中在混黑社会。其实他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啊，他有时候会邀请他的同学，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说哦哟，你朋友都很有那个会靠就厉害这样子。那当然，
今天呢，紧急的把吉董邀请进来亚维聊天室来聊聊这张专辑。当然没有办法一次很彻底、很深入的把这个专辑聊完，但是线上的朋友们，或是正在听 podcast 然后看重播的朋友也好，请你们一定要去听这张专辑，因为它是网络上都可以听得到。对，它的串流是可以听得到的。为什么要急着要赶快，好像一副我们要那个做结尾，是因为董事长乐团都要练团了，外面的人一直在看。没有啦，我这边想要问一下吉董，就是说你入围金曲奖4项的心得感想是什么？心得其实我们入围很多次没有，可是个人会被评审，因为毕竟是独立发片嘛。对。对啊，会被评审听到，自己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毕竟在制作过程就是不断的去，就对音质啊什么都不断的去讲究嘛。他有被评审听到，自己觉得很开心，而且这是写没有那么商业的作品。没错。对啊，也没有里面也没有一首情歌，里面全部都在写矿工的生活。超棒的，它是一首蛮有深度的一张蛮有深度的专辑，因为以前我们整体概念也很棒。矿工的歌曲可能只有1-2首，对，没有像这样可以整张的去诠释整个矿工文化。其实以前我们在对这个台语歌的既定印象就是可能会比较苦情，然后然后不能烧酒，不能喂牛，不能把塞丢，然后要不然就是失恋没有那个是软，对啊，差不多，对，差不多就是这种主题。但是你真的有讲到说，这个它是一个台湾的历史，它是一个文化，它可以传承。重点是它很流行，很好听，对啊，因为我想说，就是你还是要让，像我很多都是跟那些老矿工合作，就他们口中的故事或者他们的口头禅，然后无啉你就袂甘心嘛，就是说无啉你就袂甘心。看下死无啉，无啉你就袂甘心。这是一个俚语的概念吗？啉好死，然后看下死无啉。啉好死，看下死无啉。矿工你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如果今天有酒你就今朝醉。啉好死，看下死无啉。你这样子让我马上想到我爸爸因为我爸虽然他前一阵子过世，但是在他生前他跟我说。我希望我不是病死的，我希望我是喝醉到死。我跟你爸爸喝过酒，那么会喝。他跟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得到绝症，我一定要放弃治疗，然后喝酒喝到死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太有趣，就很完全呼应到你那句话。零号安怎？啉好死看下死无啉。啉好死看下死无啉。你都袂甘心，袂甘心就是你啊，这杯咱就做一啉，无啉你就表示咱无。同心协力，因为在矿坑底下工作是很危险的。对，万一一个不小心，或万一你在里面抽烟，就引起瓦斯爆炸。真的。对啊，所以要大家爱港心，爱港心，同心协力啦。其实跟玩乐团也是一样，爱港心嘛。真的我真的觉得董事长乐团超了不起，30年哦。明年30。对啊，即将迈入30年，然后从头到尾的。没，其实是更早。我跟你老公在1989年就组团了。1989年，话说那一年我才10岁。那一年我们就读高中嘛，不知道那个有故事的，是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背吉他。那你老公他们班的就觉得我这人怪怪的，因为我是转学生，我也不喜欢跟他们混，我就标新立异。我们就既然有一栋大楼叫做吉祥大楼。有现在还有2楼就是乐器行。地下室就是撞球间、电动间电动间以前我都去2楼，他们都一票去打电动。然后后来就一票跑上去看我，看你在干嘛？后来又看到那边有乐器啊，有很多海报，留长头发，大家觉得很帅啊，大家就一起去学乐器。哇塞！从这个电动间打电动的小屁孩，然后到开始学乐器，其实你对。我真的觉得吉董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影响很多人，影响力很大。你看你高中的时候，影响那些小混混朋友们来去学乐器。好了，一出来开始在做音乐，董事长乐团，来到这虎音乐，其实我也是被你影响，开始做族语音乐。很多年轻的朋友，你就会说你们去参加那个台湾原创去比赛，所以大家开始写母语。然后近年来，我们就是被报名一起去跑步，一起去三铁。你你今年还要报出铁？我已经报了，我已经报了10月
但我还没开始练，但是运动还是有在练体能。对了，要，因为我觉得像我们长辈啊，都生病嘛，我觉得就是很重要。像刚我自己也跟自己小孩讲，爸爸以后也要放弃治疗，你不要救我。放弃治疗。对，就是如果好心脏，真的啦。就是我觉得就是要那个喝来喝去啦，你要离开也，因为我照顾妈妈就不要拖卧病在床，那个她辛苦我们也辛苦。真的啦，事实上是这样子。对啊，其实我是跟我女儿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生了什么病，然后你又真的很辛苦的时候，假装带我出去散步，然后就把我那个轮椅推下去。没有我最近想好，最近在装潢一个1楼的房子给我爸爸住。已经在计谋了吗？以后自己用得到。我说以后跟小孩说，以后不用你推，我自己会推。我说无障碍空间我都设计好。哦哟，因为我喜欢看海嘛，我就可以一个人，我家离海边就差不多3分钟就搞啊。已经把你的养老生活规划好了。对，我就自己推轮椅去看海。孝顺父母亲，孝顺老人家，其实也就是为你的将来做规划。一定要买1楼，或者是买电梯大楼。没错，不然出不来。不要买公寓5楼，你会自己爬不上去。喂，怎么讲到这里去了？好啦，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激动来参加雅维聊天室的直播。那当然，如果没有看到直播的朋友也没关系，我会在脸书呢重新整理之后再 PO 上来 ，YouTube 也可以看得到。还有你不想看画面没有关系 ，Podcast。好，那就很开心，谢谢激动，预祝你得奖，谢谢大家，一起搞天白，耶，拜拜。Kusinga Yaway Mauring, pagkita ta vaval niya laki.